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Ace， 好耐冇講酒莊故事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意大利嘅經典 Castellani di Castellina。今日酒莊主角就係佢啊 Castellani di Castellina， 咁佢嚟自 Chianti 啦，喺意大利中部 Tuscany 入邊咧一個好重要嘅產區嚟嘅。留意佢黑公雞標誌咧，就係代表 Chianti Classico 嘅優質酒標誌啊。關於黑公雞咧，有個傳說嘅，喺中世紀咧 Florence 同埋 Siena 兩大城邦咧，為咗爭奪 Chianti 地區嘅控制權而長年征戰啊。為咗結束紛爭咧，雙方咧約定咗係某日黎明咧，當公雞咯咯叫嘅時候，兩城咧就各派一名騎士騎馬奔去對方嘅位置，跟住咧兩人相遇嘅地點咧就係國界啦。呢場對決究竟邊個城邦贏呢？邊個揸住黑公雞，又邊個揸住白公雞呢？有冇人出蠱惑呢？留言話俾我知，想知我就開估啦。實際上喺1716年咧 Tuscany 大公國嘅科西莫三世咧，正式頒布咗法令咧，劃定咗 Chianti 4個產區嘅邊界嘅，係世界上最早嘅法定產區概念之一啊。去到1872年咧，就由呢位 Baron Bettino Ricasoli 咧，就訂立咗 Chianti Classico 嘅經典配方，就由 Sangiovese 嘅70% 啦 Canaiolo 15%， 再加呢個 Malvasia Branca 嘅15%。隨住咧 Chianti 嘅葡萄酒名聲大噪啊，周邊嘅地區咧亦都開始仿效生產。其實所謂仿效生產咧，即係話佢哋用翻 Chianti 個名咧，成為自己嘅酒名。跟住咧，為咗保護歷史核心嘅產區聲譽啊，喺1924年咧，當地生產者咧成立咗一個叫做 Chianti Classico 嘅聯盟啊，並選用咗黑公雞作為品質同埋原產地嘅標誌，成為咗 Chianti Classico 啦。去到1984年咧 Chianti 咧就攞到 DOCG 啦，當陣時咧亦都包括咗 Chianti Classico 嘅。我假設咧你知道咧咩叫 DOC 同 DOCG 啦，咁如果你唔知道咧，你留言 DOCG 我就話翻俾你聽啦。去到1996年咧，仲有一個重大嘅突破，就係可以用100% 嘅 Sangiovese 嚟做酒啊，加上咧可以獨立於 Chianti 咧，成為 Chianti Classico 嘅 DOCG。去到2006年咧，就完全禁止白葡萄加入釀造啦，加上高密度種植啦，同埋嚴選培育一啲重要嘅 clone 啦，從量產年酒咧蛻變成為頂級紅酒嘅產區啊。Chianti Classico 咧就成為咗 Toscana 嘅經典啊。講翻呢個酒莊咧 Castellani， 咁佢嘅酒莊咧就位於 Chianti Classico 嘅核心啊 Castellina。酒莊咧就佔地80公頃啦，位於山丘嘅葡萄園亦都佔咗33公頃嘅。咁呢個山丘咧就呈一個天然嘅圓形劇場狀啦，面向東南啦，平均嘅海拔咧都要高達咧370米以上嘅。佢哋嘅葡萄藤咧平均都有45年之間嘅。咁啊土壤咧係含有豐富鈣質嘅泥灰岩啦。以上所有 terroir 嘅各種條件咧，都造就咗佢哋嘅葡萄酒咧係香氣濃郁之餘咧，亦都係適合長期陳化嘅質素啦。呢個成功咧就要歸功於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。咁佢係叫 Paolo Paniwai。咁喺1977年咧就將4個古老嘅莊園啊 Castellani 啦、Caselli 啦、San Niccolò 啦同埋 Lascasi 合併咗之後咧，就創立咗呢個 Castellani di Castellina。正值當陣時咧，就係意大利葡萄酒嘅文藝復興時期啊！佢決心咧就用傳統加創新嘅概念咧，釀出頂級嘅品質葡萄酒。而且佢有一個偉大嘅功績啊！就早喺80年代咧，酒莊就同米蘭大學啦、佛羅倫斯大學合作，透過咧科學研究咧，從酒莊古老嘅葡萄園中咧篩選出最原生嘅 clone 啊！咁就係叫 Sangiovese。被選中咧，就係因為咧佢係皮薄啦，同埋單寧柔軟啦，加上咧佢風味咧更加細緻啊，改變咧就整個產區嘅種植標準啦，高密度、低產量，同埋咧令到品質大幅嘅提升啊。而 Paolo 咧堅信 Sangiovese 先至係 Toscana 原生品種最正確嘅古老名稱同埋寫法。同時咧，酒莊第一個年份開始咧就選用 organic 嘅種植方法啦，就全面棄用咗合成農藥啦、除草劑啦，成為咗野生動物嘅庇護所啊！每一個酒標咧都畫有一隻 Chianti 地區瀕危嘅鳥類啊！
象徵住咧環保承諾同埋生物多樣性嘅保護。佢唔單止係一間酒莊，仲係 Chianti Classico 傳統創新同埋可持續發展嘅標誌性代表啊！咁大家都好想知道，究竟我哋點樣飲先至可以飲到最好嘅 Chianti Classico 嘅狀態呢？咁我哋分開3樣嘢嚟講啦，溫度啦、brewing 啦、揀杯嘅方法。首先溫度嚟講呢，我會建議喺16至18度。但係咧，因為香港嘅天氣比較熱啊，如果你放喺雪櫃超20分鐘咧，咁就 perfect 啦。一般葡萄酒咧，我哋都需要唞氣大概1至2個鐘或者3至4個鐘啦。咁但係意大利酒咧，我哋要特別看待。你可以試一試我哋呢個方法，就係將一支酒開咗之後塞翻個塞，第2日先至飲，令到支酒咧更加芳香啦、爆香啦，同埋佢酒質好 smooth 啦。揀杯方面咧，我都比較 suggest 用翻 Burgundy 杯啦、大肚杯啦去飲 Sangiovese。咁因為咧好似 Pinot Noir 咁樣啦，酸度比較高啊。咁如果你用一啲 Burgundy 杯去飲 Sangiovese 嘅話，都係比較適合嘅。咁有網友話俾我聽就係Chianti Classico 其實唔係咁好飲嘅啫，市場上買到嘅都一般啊。咁但係點解要飲 Castellari 咧？頭先我提過噶啦，因為佢嘅 clone 係 Sangiovese 啦。咁 Sangiovese 嘅好處就係果香非常之爆。咁就算我依家開咗擺喺杯度咧，我一路都聞到佢啲 cherry 嘅香氣，好 cherry 啊 ，black fruit 啊 ，black cherry 啊 ，berries 啊 ，violets 啊，有 tobacco 啊，有licorice 啊，哇，其實好豐富咯。哇！如果200幾蚊買到支咁好嘅 Chianti Classico 咧，我覺得就真係好抵買咯。但係市場上依家真係好難揾咯。咁難得揾到 Castellari，我梗係唔會放過去做一場 Chianti Classico 嘅 wine dinner 啦。3月13號喺中環碧麗苑啊，有一場非常之精彩嘅 pairing。到時見啦！如果中意呢條片就記得幫我 CLS 啊、comment 啊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